馮睎乾的專欄，標題為夕爺親解《尋秦記》主題曲之謎。近日電影《尋秦記》大收旺場，連帶主題曲《天命最高》亦引發熱議。不少將呢首歌唱得朗朗上口嘅人都以為歌詞有誰和誰三字，例如開首就係誰和誰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，但翻看官方 MV， 歌詞只有誰求誰，誰冇誰，誰認誰及誰忘誰，並未有誰和誰，集體記憶錯亂。有人又照例歸咎於曼德拉效應。日前古天樂到戲院為《尋秦記》借票，亦特別回應此事，邊有唱過誰和誰啫我？大家有曼德拉效應我都唔明。隨後佢又自爆真有唱錯歌詞，話說原本歌詞係亂局亦一樣人定，但我好耐之前一直都唱亂局亦一樣入定。我錄音時同監製講，我唱咗咁耐都係咁唱喎，原來自己一路以嚟都唱錯。古天樂笑言多年嚟甚少公開演唱此曲，一直唔知道唱錯，直至早前重新錄音時才發現。而家佢同林峰合唱嘅電影版《天命最高》，就係唱誰無誰亂局亦一樣人定。呢度有兩個疑問，歌詞有冇誰和誰，亂局亦一樣人定，抑或亂局亦一樣入定？昨日我恰巧造訪林夕，就順口問咗佢以上問題，想唔到佢衝口而出嘅答案係我梗係唔知啦。佢講唔知道，並非因為佢呢首歌由另一個叫蝶名嘅人填詞，亦非故弄玄虛，而係夕爺填過嘅詞實在太多，一時之間邊度記得。稍為認真地想咗一下，佢說肯定冇誰和誰，至於誰求誰，誰無誰，誰認誰及誰忘誰都係啱嘅。佢喜歡多一啲變化。我話誰和誰應該係網民混淆咗梅艷芳莫問一生嘅誰和誰和誰之間。林夕同意，剩下嘅問題就係人定同入定，邊個正確？林夕喺網上搜到天命最高嘅歌詞，一錘定音話亂局亦一樣入定係啱嘅。即係古天樂之前一直冇唱錯，反而現在嘅電影版主題曲先至錯。林夕話我唔記得古天樂以前點樣唱啦，但填個人字根本唔啱音，意思又唔通。我亦同意人定嘅意思唔通。呢首歌叫天命最高，顧名思義就係講天命主宰一切，何況歌詞後邊又有誰認誰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一句，既已強調命定天命，點會突兀地插入自相矛盾嘅人定兩字呢？誰無誰亂局亦一樣入定，意思亦好淺白，不管誰有冇得到誰嘅協助，天下亂局終歸亦會平定。入定即係由亂入定，講穿咗呢句歌詞無非類似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嘅意思。而家電影版改唱人定，以為終於唱啱啦，實際上意思反而唔通。我問夕爺當年為電視劇《尋秦記》填詞，需要先睇小說定係劇本？佢答道：小說我自己早已睇過，但電視劇監製莊偉健冇要求我寫穿越或改變歷史嘅情節，而係建議我寫秦始皇嘅心態。林夕想起盧國沾嘅秦始皇珠玉在前，就立意跟大地在我腳下唱過反調，所以天命最高非但冇讚頌始皇，反而大家揶揄，好似別高興別以為叫始祖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嚟營造，就係明顯嘅譏刺。夕爺笑住話我冇美化秦朝噶。有關天命最高嘅用字問題，以權威嚟講，當然係夕爺最高。希望古天樂先生同電影公司留意，正確歌詞係亂局亦一樣入定。本文獲作者授權，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。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不反映本報立場。